啊，继续来看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是引起着大轰动，明仔载就要转去美国了。伊挂保证，讲今年一定会过来台湾。啊，回答伫个台湾要过来设研发中心，会设伫个倒位咧？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日回应讲，各县市拢正适合。啊，针对着电力是毋是有够用，以及第三核能发电厂延役的讨论，郭志辉讲，目前电拢真有够，啊，飞翕加航嘛无改变。 Taiwan, TAI, right? TAI1. So Taiwan is, of course, going to help the world build AI infrastructure. 开到的执行长黄仁勋昨暝包一间台菜餐厅，开17桌，宴请180位员工，伊嘛挂保证，今年会阁来台湾。伊爱台湾嘛，将伫台湾扩大研发中心，啊，那这个电就变成大家关心的焦点。 We need more power in Taiwan, and so we will put our AI supercomputers where there's abundant energy. And so, of course, the power limitation is a challenge. 对了 ，AI 嘛将带动资料中心的电力需求，和各国拢面临能源的挑战。黄仁勋捌讲过，以气候的模拟来看 ，AI 会当降低消磨3倍，唔是30%。那从时间久长来看，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做代志，会使省真侪能源。目前我们所规划的绿能完全是够的，外界的担心哈，我想这个是没有必要的。我们目前的准备都是够的。 经济部长郭志辉强调讲，送电无问题，配合加行的态度嘛无改变，未同意核三厂的延长使用。核电是我们目前没有考虑的一部分。我想我们都是共同的了哈，就是政院的态度就是持续配合加油。 有关回答的研发中心到底设伫倒位？郭志辉讲，各县市拢正适合，尊重回答的选定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